观众，欢迎来到第1届江城杯钓鱼直播大赛的现场！哇！第1届江城杯钓鱼直播大赛现在开始。规则呀很简单，谁的直播间人气最高，谁钓出的鱼呀最重，就能晋级下一轮，获得最终大奖！耶！你母亲病情恶化，需尽快手术，请抢他10万押金，无法开器。10万？这些年所有的钱都用来给妈妈治病了，我身上连1000块钱都拿不出来，只能拼着第1名的奖金了。死逼！你快上来啊，东哥，你别慌了哈。虽然咱坐了3个小时冷板凳，但是咱们弹幕很活跃啊！你看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空军司令，笑死了。隔壁都暴富了，哥们是在喂鱼吧？王牌飞行员，山井出战！闭嘴！别尿！哟，这不是苏东，半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！要不然我送你2条鱼，免得你不好回去交差。没错，这个富二代仗着装备好就瞧不起人，不行，必须调查那事。有货，这感觉是死狗。东哥，大货，绝对是大货！真的假的？乞丐，我操，东哥，这个这么沉，也是顶级大货！加油，东哥，加油，加油！给我起来！哎呀，怎么这么臭啊？这是什么生化武器啊？叫什么玩意儿？这就是你说的顶级大货呀！啊，那清朝的咸鱼啊，你也入味儿了。东哥，这也算是鱼。完了，救人费。检测到宿主强烈执念，钓鱼反时通系统实行物品扫描中，系统估价10万元。10万！系统，真的假的？这泡在水里的烂鱼值10万？不会是李阳那孙子找无人机特效整我吧？系统，凭什么这破烂值10万呢？此乃清朝贪官仓皇出逃时塞入鱼腹的金条，纯度99%，可自由交易，无任何法律风险。金条？苏东，你怎么没动静了啊？你是不是被这咸鱼给熏晕了，还是掏心破碎了呀？啊？苏东先生，您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呢？可不可以和直播间的观众说一说？实话了。空军司令吃着受刺激太大，烫鸡了。别丢人了，快回家洗洗睡吧。东哥，没事儿。阿姨的手术费不行，咱再想别的办法。不行，我去卖个肾，我记得是10万是吧？不行，我再去找个重金求子。实在不行，我只能牺牲一下我自己了。哎呦，哥哥，谢谢你。不过没关系，钱暂时是凑够了。这条鱼就值10万块。包括咸鱼10万啊！10万！苏东，你真是空军空到直接疯了你啊！是不是疯了？看看就知道了。不是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苏东先生，可千万别冲动啊！要是出了事情，我的工作……苏东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杀人是犯法的。要是敢动我，我家律师团是不会放过你的。
是啊，东哥，我知道你烦这个人，实在不行，一会儿等拍完呢，我知道一招菊花残指，到时候啊，给他尝尝男人的快乐。李大少，口语啊！你刚才不是还趾高气扬的教训我吗？我拿刀剖个鱼，你顶上说。我真是怕你误伤。坐这公子哥是这样的。好，给咱们普通人长行脸。行，来，快快，镜头凑过来。嗯。我去，这是金条！金条，真的是金条！观众朋友们，速度先生他竟然从一条咸鱼里面解剖出来金条啊！我去，东哥，这分量起码得有4两啊！啊，现在金价我得值个10几万呐！李大少，这打脸疼不疼？嗯，不可能，这是假的，黄铜，这一定是黄铜。你有本事的话，现在找专家鉴定，我看你像不像得出来。啊，那就让你说个明白。各位观众，钓鱼大赛现场突发状况，有选手竟然在鱼腹中抛出了疑似黄金的物体。我们现场呢，请来了著名的鉴宝大师，而这件物品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金条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杨叔，您怎么来了？啊，我听说有人从水里钓出金条来，节目组把我请过来，让我验验真假。跟各位介绍一下，杨白首先生是市鉴宝协会副会长，与我父亲是至交，而且在杨先生眼下，没有任何赝品能够遁形。哎，苏东，我劝你啊，现在乖乖跪下道歉，至少还没事儿，不至于丢人丢到全国眼中。杨大师，请。啊，好。这是杨老，是不是这个东西假的不能行了啊？看，都给您气笑了，哈哈！我就知道苏栋这群小子想钱想疯了，拿着一个破铜片去装黄金。闭嘴！这是极为罕见的无酒精呐，纯度高达99.999%啊！这是顶级的工业纯炼金。杨大师，这无酒精是现代制品吧？为什么会藏在咸鱼的肚子里呢？这咸鱼的制作方法是仿清朝的金腹鱼。相传当时清朝官员逃难的时候，有很多细软来不及带走，他们就用高浓度海盐、生石灰、桐油反复腌制晾晒，使其无比坚硬，再投入这湖中。等到有机会再回来去取，这些金子就是用这种方法制作而成。但是这金条是现代高纯度金条，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极为险恶的走私集团——江盛堂。江盛堂最擅长用各种方式走私文物。几年前，江盛堂利用这种仿古的方式，用咸鱼走私高纯度黄金出境。警方捣毁了他们一个走私窝点，但也有一批金条却不知所踪。看来是为了躲避当年的追捕，沉入这江底的。这东西是重要的涉案证，也是国家的流失资产，绝对不能私自买卖，一定要立刻上交给国家。东哥，直播间人气爆炸了！我去，钓鱼钓出大案要案了！江盛堂，那个传说中的悍匪集团。苏东这波行了，东哥666啊，出了鱼什么都能钓上来，连罪证都抢。东哥，这波人气暴涨，现在我们是总人气排行榜第1了，随随便便都能晋级。但这金子，苏东小兄弟，金条虽然不能买卖，但是你挽回了国家的损失，找到了重要的线索。我作为鉴宝协会的副会长，我个人愿意先行垫付奖金，给你爱心市民，不能让你这样的好市民寒心呐。
我出5万，啊不，我出10万奖金。多少？我出10万奖金。10万，这钱拿得心里踏实，这样就能给妈妈凑齐手术的押金了。虽然后面还有很多费用，但能争取不少时间。杨叔，你是不是疯了呀？这是赃物，你现在打电话报警就好了。他就是走了狗屎运，你怎么能用自己的钱去投给他呢？娘，你是不是找打？见不得别人好啊你！哎，乖，别冲动，跟这种红眼病的人一般计较，脏了怎么解释？停，闭嘴！觉悟？什么是觉悟？小兄弟，配合国家找回了流失的资产，这是大义。我给奖金是鼓励这种行为。你要再敢胡走，就请你爸喝茶。我到时候问问你爸是怎么教你爱国的，没有分寸，格局太低了。杨叔，小兄弟啊，你别理他，这10万是你应得的荣誉。你现在把卡号给我，现在就转给你。支付宝到账10万元。多谢杨了，这笔钱对我真的很重要。以后如果你再掉下来奇怪的东西，还有重要线索，你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我，咱们把它一起上交给国家。苏豆，太好了！这一波呢，人气直接就爆了，到时候呀，我也能涨工资，你真是我的福星。检测到直播间人气突破10万，宿主贡献值达标，解锁全新奖励神级钓鱼术初级，是否立即领取？神级钓鱼术，领取。好强，感觉力量、敏锐度都提升了好几个档次。现在的我，就算和专业运动员比，体力完全不逊。这还只是初级，如果后面继续升级，超越人类极限，岂不是轻轻松松啊？各位观众，时间到，第一轮比赛结束。根据后台的统计呢，本次比赛人气的第1名是苏豆选手。苏豆选手凭借惊天一钓，钓出鱼腹中走私的黄金金条，人气断崖式领先。让我们恭喜苏豆选手！666，实至名归啊！绳之以钓，是真正的钓鱼之父。空军翻身了！这哪里是空军，这是空军司令啊！豆哥晋级了，咱们是第1名。第一是第一，但还是空军啊，连条真正的鱼都没钓上来，有点小尴尬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挣到钱能舅妈就最好。让我们恭喜苏豆选手成功晋级。下一场比赛呢，我们将移师著名的云湖水库，那里啊大鱼云集，让我们一起期待选手们的精彩表现。我不服！我明明连一条活鱼都没钓到，凭什么还要晋级啊？娘，谁规定钓鱼大赛一定要钓到鱼的？你就是脑袋烟界酸菜缸，酸的发昏了。哎，别冲动。好你个苏豆，做个狗屎运走上天了！我也晋级了，臭穷酸玩意儿，敢不敢跟我赌一下？在下轮比赛中，比谁钓上来的鱼多，就赌10万。10万只够交押金，但后续的治疗还是个无底洞。既然这富二代非要送钱，我有神级钓鱼术在身，没理由不收。好，赌就赌10万。杨老，麻烦你做公证。放心吧，小兄弟。哟，你这次要是输了敢赖账，我就替你妈教训你。赖账？当然不会，而且我有绝对的信心拿下下场比赛。苏豆，到时候我很期待你下场比赛绝望的表情。妈，是我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东东啊，都好，你不用担心我，去做你自己的事情就好了。磕成这样，声音还这么虚弱，怎么可能都好？妈，没事，我凑到钱了，10万块，马上就能给你交押金了。10万块，东东，
你给妈说实话，这钱是哪里来的？这是我赚的，我参加了个钓鱼比赛。你别骗我了，你从小老实，一直都靠打工挣钱，怎么可能一下子赚了这么多？你是不是去借高利贷了？还是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？妈，你别乱想，我没有啊。东东啊，妈穷了一辈子，但这辈子清清白白。你要是为了我去做违法的事，去借贷，害了你一辈子，那这病妈不治了。妈，你把袋子撕了！我苏东指天发誓，这钱干干净净，是我凭本事赢来的。妈，你儿子现在有出息了，没偷没抢没下跪。我比赛的时候钓出了一根金条，我上交给国家，然后得到了奖金，马上都要送到家里去了。妈，你信我，你儿子这一辈子绝对不会干违法乱纪的勾当的。真的？真的，妈。你在床上好好休息，等我挣到钱，咱们好好治病。相信我。我知道了，东东，你要好好的。你也是，先挂了。东哥，我连停下来难过的资格都没有，钱还不够，远远不够。这一把我必须赢，哪怕把这水库底掀翻，我也要赢。没事，狗哥，走，咱们去补给保我俩，明天我们一定要拿下。是，东哥。喂，大哥，今天的计划出现点小意外。意外？是那个苏栋，他运气太好了。不过大哥放心，下一场我一定能赢。李奥，我让你参加钓鱼大赛，是为了让你拿冠军，找到机会接触颁奖嘉宾江城女首富安若宁给我们的下一步计划铺路。结果你不但没拿第一，还让那个苏栋把江盛堂的一批金条给捅了出来。你知道我现在要做多少工作才能压下来啊？大哥，我也没想到一个咸鱼肚子里会有金条呀！废物！要是让警察顺藤摸瓜查到我们头上，我这是搞砸了接触安若宁的计划，我就把你沉到江里喂鱼。不会的，大哥，我已经提前做好准备了。下一场在云湖水库，我保证一定拿第一。那个苏栋必输无疑，不仅要承担我们的债务，而且以后一辈子做我们的奴隶。最好是这样。苏栋，希望你这个小人不要再给我制造惊喜了。欢迎大家来到江城钓鱼大赛的现场，今天是苏栋和他的对手里奥正在对决。安总，珊珊啊，这才是江城半决赛，你拉着我过来看什么？我还是有些忙的。哎呀，安总，您不知道上场比赛前面那个苏栋选手可是钓上来价值10几万的走私金条呢，还被国家嘉奖了。我呢，就是想让你来看看。看长相倒是挺有朝气，但你说的只是运气好吧？你看他的云户里面依然还是空的。苏栋选手和里奥选手的情况居然是一边倒。哈哈哈哈哈！第15条，哈哈。苏栋，你在那边是在做空军演习呢？你再这么下去，你可就欠我10万了。东哥，这也太邪门了！咱们这可是黄金钓龟啊，那窝子都打下去2盆了呀！太惊人了！里奥选手这边势如破竹，但反观苏栋选手这边，仿佛又进入了空军的魔咒啊！哎，这年轻，昨天是一时运气，
看来今天是要硬力回馈了。明明着底调飘都非常好，技术过硬，但这运气还是差了点啊。不对，我的钓位明明是黄金钓位，又有神级钓鱼术加持，所有操作都是最优解，不应该是这样的呀。情况不对，一定是有人在搞鬼。嘿嘿，傻了吧，苏东？少爷早就花钱雇我来水下作业了。只要我在下面，你就别想上一条鱼。今天你是在劫难逃了，快快给少爷当牛做马吧！苏栋果然是昙花一现，昨天就是运气好啊！10万块没了。这么看来，只是运气好了一点的钓鱼低手而已。珊珊，下次不要再因为这种事情叫我过来了。我还有会要开，先走了。哎，安总，先别走呀。苏东，认输吧，现在磕头叫爷爷，我可以打个8折，只要8万。栋哥，要不咱们换个位置吧？这真的太邪门了呀！不换，这水下肯定有猫腻。系统，扫描水下情况。检测到水下有非鱼类碳基生物活动。好像原来是这种物理外挂手术。现在手术员也肯定点了，说我输不起，等他游走了违背证据。没关系，既然你在水里，就别怪我客气了。让，别高兴得太早，这最后一杆我要钓个大的。垂死挣扎！这水库里面最大的鱼不过几10斤，还能翻天不成？哎呦，还不死，再等一下！哎，这小子力气怎么这么大？哎，不是吧？他钓我！哎，这。我起！东哥，我来帮你，东哥！大哥，咱们这次绝对钓到巨物了，几十斤的大鱼也没这动静啊！东哥，咱是不是钓到迷路的鳄鱼了呀？天哪！速冻选手的鱼竿已经弯到了极限，这究竟是什么庞然大物？难不成是水库里的鱼王不成？我看啊，这不就是挂底了吗？啊！钓地球谁不会啊？一小心线断了，竿抬起来蹦死！该死，这小子吃大力丸长大的吗？我真的要被钓上去了！哎呀，谢谢，只要切断线我就能跑，他就完了。想要切线，在神级钓鱼术加持的技巧面前，一辈子都碰不到线。我去，这动静！给我！难道这是百级巨物？给我加油！刀哥加油！这动静，不对啊，这水库我之前包过，里面最大的鱼不过是50多斤的青鱼，这动静，难道是？苏东，别拉了，挂底了！想点烂？做梦！给我上来！有点意思。这是人呀！这不是13现场吗？这么大力气把人钓上来了。哎，水库的水是挺凉的哈，大家吃了吗？李少，这就是你说的几十斤的大鱼啊？哎，长得还挺别致啊，还会说人话。该不会你们俩恰好认识吧？我不认识他，我不认识他啊！李少，你可别抛弃我呀，李少，你个蠢货！滚！滚啊！滚！呦，家人们，快看，咱们李大少呀，不走空军，走上海军喽！真物理外挂呀！重新定义打窝。证据确凿，我证明李瑶严重作弊，取消资格，上赌院苏东城。真厉害，真棒！拿钱吧，
苏动，你别太嚣张，做人留一线。留个屁的一线！给你留的那一线已经被你的潜水员自己给签了。啊，自己打的赌，自己不敢赔钱啊？哎，这可当着几十万人的面子，你是要赖账？赖账？那又怎么样？我是李家大少爷。他要干什么？老子弄死你！拿下来！老子弄死你！我这……哎呦！哎呦！我的手！给我松手！胳膊要断了，快断了！神级钓鱼术强化的身体素质果然厉害，钓鱼可是跟大自然的搏斗。你个被9次掏空的富二代，还能比几十斤的大鱼劲儿大不成？再不松手，老子找人弄死你！住口！先去放肆！愿赌服输，赌输了不认，你还敢行凶？若是你不给这钱，我替你给。现在就给你爹打电话，让他看看你这个好儿子。不，杨老，不给，不给。哎呀！支付宝到账10万元。10万到手，妈的后续治疗费有着落。让我们恭喜苏动选手再次斩获人气王，成功晋级江城总决赛！恭喜恭喜啊！这又不靠钓鱼赢钓鱼比赛，我是钓鱼佬啊！下一场决赛必须绝对要正儿八经的钓着几个大鱼，证明自己。这个男人有点意思。安总，这个苏动比我想象中更有意思，这一趟没白来，下个月给你涨薪资。啊，真的？谢谢安总，安总你最好了。好了，比赛那一天我刚好没会，我会亲自过来看看。苏动，可别让我失望了。妈，医生说手术已经安排了，我又挣了10万块，钱的事你把心放在肚子里。又10万，东东，你跟妈交个底，这钱放100个心，我今儿跟那个富二代打个赌，赌赢了。跟那种人打赌，太危险了吧？他会不会找人报复你？咱不治了，把钱退回去。妈，不危险。现场有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做人证，他不敢赖账的。东东，是妈连累你了。妈，说什么呢？我小的时候，你一个人打3份工把我带大，你觉得我连累你了吗？好好休息，准备手术。妈，无论如何，哪怕把这天雕刻哭了，我也要让你好起来。陆哥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这次真的是意外，兄弟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！这是你最后一次呼吸空气的机会。我已经砸了500万，买通了赛制组，给你搞到了一个复活赛的名额决赛，你照样上。真的，谢谢陆哥，谢谢陆哥，这一次我一定毁了苏动。嘿，谁让你把那个小人物啊！决赛那天，安若宁会去现场颁奖，你的任务就是赢下比赛，找个机会把这个扎进他身体。我已经给你最高级的特制饵料，
上了科技眼，任何鱼都无法抗拒。你这都不赢，就去死吧！这什么？这是杀人是死罪啊，龙哥！死不了人，这东西只能让高高在上的冰山女总裁当众发狂，丑态百出，身败名裂。安宁集团一直当我的财路，只要毁了安若妮，吞并他的公司，易如反掌。事若成了，以前的这一笔勾销，我保证你李家荣华富贵；事若不成，我会把你剁碎了喂鱼。干了！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苏东、安若宁，还有那个杨白手，我会毁了比赛，我要让他们失去一切。苏栋，希望你今天的表现能让我开心一点。太厉害了！苏东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我的实力。东哥，这家伙是不是又开挂了？他这频率不对啊！这味道是科技诱鱼剂。这种药水虽然上瘾化，但会彻底破坏水质，竭泽而渔。畜生！检测到左前方5米处有特殊物品，建议抛竿。好。中了！东哥，中了！这次肯定又是鱼王！哎呦，这漂亮这么个玩意儿，看错了！哎呀，苏东，不是吧？你寂寞疯了啊？连这种东西都钓上来，你口味真重啊！这人确实有趣，不过在大庭广众之下钓上了这种东西，太低俗了点。西头，你搞我是吧？这玩意儿除了吃死有什么用啊？而且，这东西死沉，跟灌了铅似的，累死我！检测到娃娃腹腔内藏有价值连城之物，请宿主立即取出。价值连城？苏东，怎么又来？连个娃娃你都不放过，你也太变态了吧！啊，你懂个屁啊！害我操作？是。哎，陈兄弟，慢一点啊，别划伤里面的东西。啊，这是。这是秦陵的兵俑啊，而且是从未现世过的，这是精俑，是异俑，国宝，这是绝世国宝啊！这绝对是走私团伙的手段，把国宝放在低俗用品里，利用海关人员对这类物品检查的心理盲区，蒙混过关呐！看来他们是想把这东西藏在这里暂存。等风头过了再回来取，没想到被钓鱼大赛给截胡了。苏东，如果不是你，
这无价之宝，这流失海外了。你是民族的功臣呐！那这个也能有奖金吗？当然，这种级别的国宝，国家的奖励至少是50万起步，再加上荣誉锦旗。真厉害，真厉害！哦，真厉害呀！兵马俑有点东西啊，他。 50万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连兵马俑都能调上来，苏董，你给我的惊喜越来越大了。 50万，妈的手术费彻底够了。恭喜宿主找回绝世国宝，人气值爆棚，神级钓鱼术升级为中级。好强的感觉！现在的我，100米外的鱼排我都能听见。50万，神奇之我输定了。颁奖仪式只有冠军会被安若宁亲自颁奖，没机会了。陆骁会杀了我的，只有这一条路了，杀了安若宁。主办方，主办方，我刚才钓了只保护鱼种，我怀疑有人在这里私自养殖珍稀鱼种。主办方，站住，给我滚开！里奥，你不能靠近主席台。一边去！富二代，你疯了吗？若宁，我去死吧！哇，那是毒针，来不及跑过去了。走！什么？我的，是他！放开我！我不能说，不能说，说了会死的！陆哥救我！苏东，如果你只是为了钱，刚才那一下救的可不仅仅是我的命。各位观众，经过惊心动魄的角逐，我们江城杯第1届钓鱼直播大赛的冠军终于诞生了，他就是苏东选手。太厉害了！有个签名吧，有个签名，太厉害了！我的牛逼九东万岁！东哥，我们哥俩真强啊！结果又一条鱼没钓上来，评论钓鱼大赛，我什么时候才能钓上来鱼啊？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安宁集团的董事长安若宁女士为其颁发价值10万元的奖金以及奖杯，有请！厉害了！太厉害了！又是一笔奖金，压力还能再小一点。但第一次手术后还有更多的手术，治疗的费用是无底洞。管他的，哪怕是补贴，我也要给这个洞填上。哇，太厉害了！你是钓王，太厉害了！恭喜！哦，安总，刚才……哦，安总，别动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今晚希尔顿酒店8808房间，颁奖结束后，一个人来找我。这，难道？东哥，我都听见了，他说的是房间号吧？美女总裁哦，今天晚上有福喽！别胡说，人家老板肯定是有正事。正事儿？孤男寡女去酒店谈什么正事儿啊？
堂主，那尊义勇已经被杨白手和官方严密保护，动不了了。境外的买家那边，原路退款，再加30%的万利之钱。堂主，这一进一出，要归好几百万呢。无所谓，诚意最重要，别让英国的朋友们断了合作。这一次吃了大亏，只要安若宁不死，我们用水体藏宝伺机走私的路子就彻底断了。安若宁、苏东必须死。安总，来了，坐。哦，不了，我还是站着吧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这么晚来找我吗？我知道，我心里都清楚。哦，那你说说看，我来找你干什么？安总，你让我来，是让我退钱的。啊？因为我一直没有钓起正经鱼，全靠钓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拿了冠军。我也知道我胜之不武，可是我确实非常需要这笔钱，我妈还等着做手术呢。希望安总你能理解。这男人脑子里装的都是鱼饵呢，思路清晰成这样。不过倒是挺可爱的。既然你知道自己胜之不武，那我要把钱收回来，也是合情合理的吧？安总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？我以后挣了钱就还给你。除非你帮我做一件事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，只要不让我退钱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这傻子，我查过资料，他确实有个重病的母亲，为了钱这么拼命，倒是个孝子。这件事需要充分利用你的身体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好，那我要你做我的保镖。保镖？我是个钓鱼佬啊。普通的钓鱼佬能精准的把100米外的针管钓上来，能把潜水员和死沉的兵马俑硬生生拉上来。我查过你的资料，你的身体素质和体能都远超于我那些保镖，所以你是最好的人选。只要你做我的保镖，我每个月给你这个数。5000啊？是5万。什么？5万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我是什么穷困老板？安宁集团可是江城第一，况且这个钱也不是白拿的，我还有另一件需要你身体的事情。什么？我要你代表江城，代表安宁集团去参加全国直播钓鱼大赛。我要你代表江城，代表安宁集团去参加全国直播钓鱼大赛。全国大赛？没错，冠军的奖金是100万，而且到时候我还会和你一起去，就当度假。你既是我的私人保镖，也是我的王牌选手。你要是得了冠军，我私人奖励你50万。100万，再加50万，再加工资，干了！给我更多的惊喜吧，苏
来到全国钓鱼大赛的现场。在座的各位啊，都是各大赛区的顶尖高手，有京城鱼王、科技怪杰，甚至还有法国钓王。让我们掌声送给他们！接下来，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。苏栋，当心点儿，你的对手是京城鱼王张猛，听说他有一手双龙戏海的绝活。哼，上鱼了。哼，双倍快乐。接着来，来。这片水域的鱼都是我的了。栋哥，完了呀！这家伙简直就是人形收割机，这片海的渔获都被他给钓光了。哼，小子，这就是京城鱼王的速度。这片的水域都是我的了。没古董，没罪证，纯比钓鱼技术，苏栋还是嫩了点。这次是铁血空军了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东哥，要不咱算了吧？检测到正前方30米有特殊物品正顺流而下，价值极高。有东西，不管了，先上来再说啊。这就是你的杀手锏？钓只破鞋上来，你是有丐帮需要继承吗？一只鞋，看来这次真的不行了。不好！苏东选手，你去哪儿呀？比赛还没结束呢，你不能走啊！东哥，你去哪儿？等等我呀，东哥！东哥！哼，这就心态崩了。果然，我京城双龙钓海就是最厉害的。这场比赛是我赢了，连我这个保护对象都甩了。苏栋绝不是那种临阵逃脱的人，难道跟上去看看呢？苏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让我穿着高跟鞋跟你跑了这么远。不好意思，韩总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。根据我的分析，你看这鞋带呈撕裂状断裂，而且这鞋尖有新的剧烈摩擦的痕迹，说明这是有人在落水时挣扎所致的。而且鞋刚掉不久，那这落水的人就在上游的不远处。你是说，在那儿？兄弟，撑住，我来救你！抓住那条钩子！该死，他晕过去了。升级钓鱼术，行动！中了！给我起来！东哥，真是太沉了，我来帮你，东哥。快叫最好的医疗团队到上游来，有人溺水，快！天哪！各位观众，苏东选手他并没有逃跑，他这是在救人，是在从死神手里抢人啊！1、2、3、起！这手感怎么这么硬？孩子，我的儿呀！你吓死妈妈了！
救命恩人呐！他妈给你磕头了。姐，别这样，人没事就行，你快醒吧。谢谢。太感人了，东哥！咱们虽然输了比赛，但依然人生。走。哎呀，恩人，孩子受了惊吓，脑子也不好使了，我得赶紧送他去医院。那个，改天一定登门道谢。阿姨，你不能走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要带我儿子去医院！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阿姨，今天天气这么好，你给你儿子穿场馆的厚羽。孩子体虚，落水了怕冷不行吗？怕了。好啊，那现在这羽绒服吸满了水，像石头一样沉，你不怕把它压死？先把羽绒服脱了。滚开！你这个多管闲事的畜生！来人！哦，果然。我听说有些人会用智力低下或者是下了药的年轻人当活体浮漂，在他们的身上绑上货物，利用他们作为掩护来躲避检查。到了交易地点，就把他们推到河里面去，让他们从上游漂到下游的接货地。因为是活人，就不太会引起怀疑，像抛尸一样引人注目。但这一路激流，人基本活不了。货物你们倒是拿到，可是人命算什么呢？一群混账！你的目标是想让他飘到下一个接货地，可没想到的是，我放着鱼不养，却来到这里吃了。你怕你的货被我截住，所以才来演戏情。你这灭绝人性的东西，抓起来报警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个傻子！你敢乱来！老娘早就该把你手脚筋都挑断，看你还怎么乱动！你放下！你别动他，再动他一个试试！快好！给我准备一辆车，跟我走！我不能打死他！怎么有直升机？这么快？你跑不掉了！这方圆5里都是我的安保人员，特警直升机也到，你插翅难飞，别浪费大家时间了。放下枪！我也不活了！既然我活不了，我死也要拉个垫背的！你这个有钱的臭婊子！你去死吧！找死！我走！我走！东哥，太猛了！家人们看，这就是我东哥，一杆吊飞手枪，行不行？帅不帅？走。安总，刚才实在是太危险了，你站那么前面干什么？那可是真枪啊！下次可不能这样啊！怎么这么关心老板，还是怕我死了没给你发工资啊？两者都有吧。不过刚才真的太危险了。跟你开玩笑的，我知道你一定会保护我的，不行吗？行。你救我第2次了，我有一个特殊的奖励给你。是钱吗？比钱更好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这不太合适吧？好啦，逗逗你，你又救了我一次，奖金20万，已经打到你账上了。支付宝到账20万元。20万，这样一来，
妈的把香药就能安排上了。老板大气。陪你跑了这么久，丝袜上全是你点子。比赛结束后，我还得去换身衣服，到时候再联系警方，帮孩子找父母。比赛好好加油吧，别狗丢人啊！抱歉，浪费了一点时间。怎么大家都看着我啊？各位观众，苏栋选手虽然没有钓到鱼，但是他钓起的可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！大家快看大屏幕，苏栋选手的直播间人气瞬间爆炸，以绝对优势碾压京城鱼王张某，成功晋级。让我们恭喜苏栋选手！太棒了！张先生，有话我们慢慢谈。哎呀，肯定是不服气找茬了。也是，钓鱼比赛我不钓鱼光钓人，还赢了一直在钓鱼的，确实有点砸场子。如果他动手打我，我先单手制服他，再好好说话，以和为贵。苏老弟，请受我张猛一拜。钓鱼佬心系天下，仁义无双，方为上将军。你心系他人，我居然还在你离开时嘲笑你，实在是自惭形愧。我郑重向你道歉。你能在那样的激流中把受害人稳稳钓上来，这一手定海神针，实在让张猛佩服。这一场你赢得光彩，我恕你心服口服。运气，当然是运气。苏老弟，太谦虚了，以后有时间来京城，咱们兄弟俩一起钓，锅料、酒钱、路费，我老张一个人包了。走了。东哥，这个就是人格魅力啊，连对手都征服了呀！又靠不钓鱼赢了钓鱼比赛，这事儿闹的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正儿八经钓上一条鱼啊？废物，一群都是废物！大家告诉我现在的情况。这小孩没有运出去，走私的线路又被堵了一条，加上之前被苏栋捣毁的几条线，现在警方盯得很紧，我们被找麻烦，几个大客户都在催货。很好，看来之前的我还是太仁慈，现在该动手了。您的意思是杀安若宁？不，安若宁身边变数太多，不好杀。既然如此，是时候让这个苏栋先死了。那下一次比赛是什么时候？3天后，南城月牙湖，对阵国内顶尖路亚高手刘牙。很好，月牙湖，他不是想钓鱼吗？我送他一条最恐怖的机械鱼，我要让他在全网观众面前被撕成碎片，解我心头之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医生，你不是说我妈的手术很成功吗？她怎么还没醒？病人身体太虚弱，麻醉还没过，再等等。妈，你一定要醒过来，钱我都准备好了，以后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。妈，东东啊，妈，你醒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们不吃了，好不好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现在我们钱够了，医生也说手术很成功，只要后续好好休养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东东啊，妈知道你孝顺，但这病它是个无底洞，就算好了，也是个药罐子。那钱是你拿命换来的，妈不想拖累你一辈子，不想让你为了我一直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。妈，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，要是你也走了，我赚再多的钱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妈，你儿子已经长大了，现在有能力保护你，
也有能力赚钱。你只要好好活着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东东啊，你长大了。各位观众，欢迎来到全国钓鱼大赛半决赛的现场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在这里见证一场精彩绝伦的对决。这一次你的对手可有意思了，刘牙，人称路亚疯子，据说为了钓鱼，曾在野外生存了1个月，还在水里累计泡了几百个小时呢。这下你可有的玩了。这些高手怎么都一个比一个厉害？哦，甜美的月牙湖，我来征服你来了！让我们有请路亚高手刘洋。大自然，我来爱你来了！终于，哦呀，真棒啊！没错。哦，在这，哇，你看中了，太厉害了，刘洋！月牙湖的掠食者们都在等着我呢。这片水域掠食性鱼类多，刘牙的路亚手法太快，尼尔的诱惑力比我的胡尔强太多，鱼全被他抢走了吧？又要回归本不能再出现了，还是什么救也是鱼多的地方。这节奏不太对啊，东哥。安总，苏东选手好像很被动啊，这局势……急什么？这可是我看中的男人，等着吧，好戏在后面呢。警告！检测到高温杀伤机械正在靠近，危险等级极高。杀生机械。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我专门从东南亚空运来的铁鳄水下切割无人机，时速80节，配备工业级金刚石锯齿。堂主，这东西造价不菲啊！无所谓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只要能把那个苏洞切成2截，花多少钱都值得。我要让他在全网观众面前看着自己的腿被截断，在水里绝望的挣扎。死吧，苏洞！目标锁定，距离50米，速度极快。那不是鱼，鱼游不出这种笔直的机械轨迹，那是机器。走你，去深水区给我把渔网拉出来。不好，是水下无人机，杀伤性武器，大家有危险！刘亚，你快跑！水里有杀伤无人机，你快离开岸边！无人机？苏董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呢？这可是自然保护区，怎么可能会有无人机？你是骗我分心，太低级了吧！笑死，苏董急了，真是胡言乱语了。为了赢脸都不要了，还无人机？大家别理他，继续保护。苏董应该不是乱说话的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？安总，苏董不像是开玩笑啊，他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。我操，那什么泥沙鱼啊！声音不对啊，是电锯的声音。安总，这声音是……这是涡轮电机的声音。蠢货，花枝招展的把我的无人机引过去。不过没关系，锯死一个是一个，下一个就是苏洞。10级钓鱼术，给我中！
过来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东哥，你怎么要个潜水艇上来啊？经济失控了，大家快疏散！快走！我就知道他不会骗人。行了，柳芽，你那边干什么？快走啊！东哥，东哥，速冻别硬皮，快松手，阿波马上到了！走，快跑啊！你太大了，不是生有人比的，我不阻止他，就是一场屠杀。我来拖住他，你们快走！东哥，这玩意真的会杀人啊！东哥，快，你快走！给我天下天！少年，胆子折断！天哪，速冻选手现在正在用一根鱼竿和杀人机器决力。东哥，我来帮你，东哥，咱兄弟打小8个就没输过。好样的，起劲，给我翻下去！摁住他！这铁疙瘩可比那大伙要劲多了。不过这安保的怎么来这么快？早在你第一次说有机器的时候，我叫了拆弹组，怎么样？感动吗？多谢安总的信任。我说过，你是我看中的男人。堂主，这台原型机价值500万，而且上面的序列号没有抹掉。警方要是查起来，苏东，我不甘心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人机大战，速冻选手再次人气爆棚，让我们恭喜速冻选手成功晋级半决赛！恭喜速冻兄弟，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的为人，你的胆识，我刘芽心服口服。我再也不皮了，我要敬畏自然，尊重自然。谢谢。刘兄，别装了，这种情况谁也想不到。东哥大气，佩服啊！虽然，但是我又没带上鱼就进去了，我这钓鱼佬的名声是不是彻底了？牛逼呀！他们牛逼我无话可说。速冻 YYDS， 这才是真男人！实至名归，这要是不晋级，天理难容。东哥，你就是我的神，太牛了！恭喜宿主完成人机大战壮举，人气值突破天际，神级钓鱼术升级为高级，身体素质全面强化，钓鱼技术、识别优质可钓物品技术进一步提升。又晋级了，一定要加油！只要拿到冠军，那后续治疗费和医药费彻底不用愁了。换个好点的病房，一切都怎么样？喂，护士，怎么了？先生，不好了，你母亲不见了！什么？护士，我妈呢？先生，你冷静一点，人在病房，刚才已经在天台上被保安和医生劝下来了。劝下了？是，现在病人情绪很不稳定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好，谢谢。妈，你疯了吗？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该怎么办？东东，你好好看看这上面的数字，天文数字啊！我想过，我不治了。我说过钱的事我会解决的。你怎么解决？
那是几十万、上百万呢！我就是个累赘，你为了我也没个正经工作，连个媳妇儿都娶不上。我这辈子也没为你做过什么，不能让你下半辈子为了我，为了还债活着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要是没有那3份工把我带大，哪有今天的我？你放心，儿子现在出息了，也有正经的工作了。我现在是江城第1大企业安宁集团的高级员工，还是安总的保镖，工资高得很。真的正经工作？千真万确，安总他人好得很，还给我预支了奖金。妈，你只要好好的活着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东东，妈，我的儿啊！暂时是稳住了，但妈心结还在，而且后续治疗费确实是个无底洞，还得继续拼命赚钱才行。看你愁眉苦脸的样子。韩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正好路过，听说这附近有个水湖，环境不错，要不要陪老板去游钓，散散心？哟，苏大冠军，今天没人跟你抢，怎么还是空军啊？我修身养性啊，姜太公钓鱼，运着什么？老板啊，你选这地方风景是，但水底下连根毛都没有，神奇钓鱼术扫了半天全是石头，我能钓上就有鬼啊！苏栋，你为了你的母亲这么辛苦，没有想过放弃吗？当然想过。有时候我就在想，要不直接躺平就算了，反正我已经尽力了，也没人会怪我。但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就是要去试一试。人活在这世上，总得对得起自己的家人。挣再多的钱，要是不能让自己的家人留在自己身边，那这钱就是一团废纸。说得好，有担当，有责任心，能力强，还这么孝顺，没问题。这就是我想要的男人。老板，你一直看着我干嘛？苏栋，要不要做我男人？啊？韩总，您别开玩笑了，这还像一点都不好笑。我就是一钓鱼佬，您是100亿集团的总裁，我们俩不合适，不合适。我从不拿这种事开玩笑。我见过太多为了钱不择手段的，见过太多在我面前卑躬屈膝的，他们大多是为了我的钱，或者安宁集团的势力。但你不一样，你为了母亲，可以不顾一切。面对诱惑，你有底线；面对危险，你会第一时间站在我面前，甚至面对杀人机器也毫不退缩。苏东，你身上的真诚和担当，是我在冰冷的商业圈子从来没见过的。我这辈子的钱都是我自己挣的，没有人逼我联姻。我的爱情，我自己选，所以我要选，就选我最喜欢的。而我安若您看重的东西，从来就没有得不到的。一句话，做我男人，我养你。你母亲的病，我包了。你喜欢钓鱼，我就把全世界最好的渔场买下来送给你，怎么样？安总，谢谢你的厚爱，我还是想自力更生。哦，对了，我那个比赛的窝料还没配，那我先走了。老板，你慢慢钓，我先撤了。自力更生，小男生可爱的自尊心。苏栋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哼，今天安总没来，多半是生气了吧？也好，我们本来就不合适，等他冷静下来，我赢了这一局，再去和他道歉。各位观众，半决赛正式开始。本次比赛采用团钓模式，苏栋选手的对手是科技钓鱼王马科，人送外号马科波罗。马科
马克！声大全开，右鱼波段启动。什么东西啊？赛火钓鱼啊，兄弟，你这是钓鱼还是炸鱼啊？喂，土包子，这就是科技的力量，工业的魅力。你的那种原始人钓法，还是赶紧跟着你的杆子一起进博物馆摊着吧，歇下吧，您嘞。是。重鱼，频率加倍，继续。我就不信所有鱼都爱这个不是你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吸住了？这什么情况？吸铁石？忘了告诉你了，为了防止鱼群逃散，我的船体开启了高频磁力场，你那种廉价的钩子根本下不了手。我去，东哥，这好难啊！这简直就是吸尘器在吸鱼，而且它的磁铁还能吸钩子，这不公平，不公平！我要求重赛。蔡老师，这选手装备只要通过安检，就都是合规的。再说，您是摄影师，应该公平拍摄。我不管，这就是作弊，这是作弊！哎呀，完了，这次真要是纯钓鱼，东哥更比我高达呀！科技改变生活，也能改变空军。连钩都下不去，这还比个屁！哎，别急，看东哥操作，你们要相信东哥。这么玩是吧？犯规了，继续给你。动手吧，这条破船本来就漏水，多半是跟安若宁那个女人闹矛盾了，没钱才做这种垃圾。这边虎神不见底，一直以来都是探险圣地，死了不少人。据说还有以前放生的食人鱼，凿穿船体，伪造成疑犯，天衣无缝。苏东，给我下去吧！沉没在永恒的深渊里。我去，漏水了！你看，这就是用垃圾装备的下场，就连上帝都要收了你。速度选手的船漏水了，下沉速度很快，这是出什么问题了吗？东哥，我来救你，东哥！冲动，这湖里暗流涌动，你跳下去就是送死。哎呀，别拉我东哥不会游泳，东哥！妈呀，早不省钱买个好点的船了，肯定是有人搞鬼。不行，船上太满了，神级钓鱼手调动全身肌肉，准备顺着暗流方向游出去。虽然没有学过游泳，但恐怕做出混乱。啊！哎呦，顶级科技啊！喂，苏大冠军，你是准备给鱼表演狗刨吗？韩总，还不上来？既然不想做我的男人，那就来做我的客人吧。安总，你没生气啊？昨天我生气？你觉得我是那种被拒绝一次就痛不欲生、哭哭啼啼的小女人吗？苏东，我告诉过你，我想要的男人就一定会得到，早晚而已。就比如现在，我就知道你会为了省下那点报名费去买这种破烂，所以我就把我的游艇开来了。有钱了不起，就是钓鱼比赛，又不是炫富比赛。哟，
你刚才不还嘲讽东哥穷酸呢？怎么样，打脸了吧？嫉妒了吧？对。好了，别愣着了，你是准备在几百万人面前表演狗刨，还是上来站在你的美女大老板身边，舒舒服服的钓个痛快，然后狠狠的打那个电玩小子的脸？当然是狠狠打他的脸。上来，来，苏东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掉下去，在漆黑的深渊里，看着水面在自己的头顶，却无法呼吸，活活憋死。有人！那苏东，有人在抓我！该死！又是潜水员，连我没两个是吧？苏东，不行，单靠臂力对抗力量撑不了多久，需要把他们解决掉。侦测到湖底淤泥中存有高价值金属武器。东哥，你怎么了，东哥？我，苏东，把手给我，我来拉你。爬不上来，让我跳。东哥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你这个时候怎么还在钓鱼？东哥，你快上来呀，东哥！收了，给我起！这是分水流的词，你试试中我的力气。想憋死我，要缺氧的滋味吧。太危险了，让我把你也吊起来，给我上来！想跑啊！给我起来！按住他！苏东，安总，我身上很脏。女神哎！上去了，得到了。下次不许这样了。不许哪样？刚才真是担心死了，所以以后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许离开我的视线范围内，听到吗？一对狗男女，居然在我面前秀恩爱！堂主息怒，虽然苏栋没有死，但比赛时间快到了，这把他输定了。只要苏栋拿不到冠军，安宁集团想借此扩大影响力的计划就泡汤了。这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。或许吧，但是我现在不想看他输，我想看他死。下一次，他一定得死。安总，这样不大好啊，这么多人看着多不好。别着急，我就亲亲你，也不用急着表态。接下来只要我有兴趣了，就随时亲亲你，这也是你的保镖工作内容之一，没问题吧？哪有这种保镖工作啊？这算工伤还是算福利啊？对了，怎么了？我刚才钓出来一对峨眉刺，这样的东西应该不会单独沉在湖里，所以你是说湖里还有大货？这样的武器，你看，这是古代精锐水晶的武器，甚至是成建制装备，这说明这下面绝不止这么一点货。神级钓鱼术，搜！
我有感觉了，就在附近，下面一点，再下面一点。喂，苏东，比赛还有10分钟结束，我的鱼壶都满了，你还在那儿摸虾呢？认输吧，承认科技的力量吧，你的原始人钓法早就结束了。这时候钓古董也来不及了吧？留给苏东选手的时间不多了。有了，哦，这分量，下面绝对是一个大家伙。苏东，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我自己来。上来点，上来点。这就是你说的大货啊，苏东，这是一块破木头，你是准备拿回家烧柴火吗？哦，笑死我了啊！这什么玩意儿？是1块钱吗？韩总，请能白手老先生来一趟吗？好，我这就派直升机去接。苏东小友，好久不见了，这是遇到什么稀罕物了？杨老，你给尝尝眼呗。好。行了，老头儿，别看了，就是块烂木头，赶紧宣布我赢了吧！啊！年轻人别吵，专业的人来做。等等。啊！这看杨老的表情不对劲呢。这是什么呀？垃圾呗！这个是清代的太平光运船的船板呐！哇，船板，这下面极有可能有一艘完整的宝藏沉船呐！啊！韩总，确认目标，这是一艘清代古沉船，就在苏洞选手钓位的正下方。立刻派潜水员下去。是。下不去，下不去啊！怎么回事？沉船周围全是尖锐的刺和断裂的木刺，而且淤泥极深，一脚踩下去就没到胸口，还有暗流。刚才差点把我冲到钉子上，这种环境人根本无法靠近啊！看这里，桅杆顶端根据形制是皇家专用的楠木宝匣，里面装的极有可能就是这次官运船的核心宝物，一定是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物啊！但是这个位置太刁钻了，距离水下10米，距离岸边15米，下面是铁钉阵，还有暗流啊！人是下不去了，开船的话也会触碰暗礁，器械抛投的话会被暗流给冲偏了，或者被水草给缠住了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，那就是用钓鱼竿，利用钓鱼的精准和控线和远投的技巧，把钩子送过去，精准挂在箱子的吊环上提上来。但是啊，需要极高的技巧啊，必须计算准暗流的方向，精准抛投，还要在提拉的过程中避开所有的障碍物。只有最优秀的钓鱼高手才可以一试。有没有人可以做到？让我来！我的科技钓竿有自动瞄准和计划弹道功能，这种活只有我能干。苏东，你那破竿是算了吧啊！看我表演。目标锁定，弹道修正，发射。这就是科技的力量，自动寻路。啊，信号不好，画面怎么这么糊啊？混蛋！你这玩意儿感知度太差了，根本感应不到水流的方向，而且你把水都搅浑了，现在更难钓了。你赶紧收回来，别把宝箱给我砸坏了。这是个意外，这暗流太乱了，神仙来了也难救。快下来吧，别动。我就不信他能行，连我几百万的项目都搞不定，他那个破杆子能干什么？你，哎呀，苏东小友，这回只能靠你了。这不仅是一场比赛，
更是为了国家保护文物啊！东哥，全村的希望，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技术。我相信你，去吧。各位观众，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苏栋选手身上，他能否创造奇迹，打捞出遗失已久的国宝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神级钓鱼术，全开，按量流速、角度、风阻，全部计算完毕。走你！暗流变向了，左边3度。不行，淤泥太多，这些兽族只能靠手砍了。神级钓鱼术，给我感知！装神弄鬼，这么浑的水，神仙也看不见。你闭嘴，你别打扰他。碰到了，这个感觉是宝匣。铁环在哪里？时候到了，中了！给我起！这苏栋，稳住！给我出水！我成了。杨老，心不辱命。好，快拿工具来！搞这么大阵仗，别里面就是块破石头。哦，哈哈哈哈哈！天哪，这是12生肖兽首之一的蛇首啊！啊，蛇首的？我去，兽首是那个圆明园的兽首，这怎么可能？这肯定是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！闭嘴！不是小儿，此物从工艺到包浆再到神韵，皆为顶级的皇家玉质啊，一定错不了，就是真品。你再敢胡言乱语，就是对国宝的不敬。东哥提鞋都不配。东哥牛逼！东哥牛逼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苏东啊，立了大功啊，这是无价之宝啊！国家对于这种级别的文物回收，有着相当丰厚的奖励啊！这次的奖金至少50万呐！什么？50万？给我找人！受不了了！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在一个人身上受过这么大委屈。堂主，这……给我把我的枪拿来，再找上所有能打的兄弟，亲自做掉那个苏东。对，还有我的直升机，还有直升机，还有，再给我找人动手，他这个特别的妈妈。我要亲眼看到他至亲受折磨，让他痛不欲生，求死不能！去！谢谢杨老，太谢谢您了。观众朋友们，让我们恭喜苏栋选手再次创造了奇迹，成功晋级总决赛！耶！进入总决赛之后呢，苏栋选手将面临的对手是法国吊神，最终获得冠军的选手将获得100万美金的高额奖金，哇！以及世界钓鱼王的至尊称号。哇！100万美金，世界冠军！只要赢了这一场，我的好日子就要来了。加油吧，我的世界冠军！妈，合集结了，我还挖出了射手。妈，不是我妈去哪儿了？
我妈呢？我妈去哪儿了？苏先生，你冷静点，你母亲刚转院了。转院？去哪儿了？去了江城国际医疗中心，就在市中心。那不是全市最好、最贵的私立医院吗？光1天的住院费都要好几万。小安啊，真好，真好啊，辛苦你了，小安啊，你这么忙，还来看我。没事的，阿姨，您呢就好好休养。这里啊是全封闭式的管理，医生和医疗设备都是全球最顶尖的，您放心住就好了。啊，安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来了，放心吧，这里的费用呢都是从你未来的工资和奖金里扣的。硬饭男，东东，过来。妈跟你说呀，我感觉好多了。医生说，现在一切指标都正常，只要再做最后一次手术，我就能彻底痊愈了。那真的太好了。不过呀，妈最高兴的可不是这个。那是什么？妈最高兴的呀，是你这个傻小子，竟然开窍了，找了个这么好的媳妇。小安呐，真是太好了。媳妇儿？那小安都跟我说了，你还装什么傻？小安呐，他说就是你的未婚妻呀。我未婚妻？东东，怎么了？难道小安她不是？啊不，妈，你别乱想，是，我和安总感情可好了。是啊，阿姨，我们还商量着周末就去领证结婚呢。哎呀，那可太好了，我得赶紧好起来，好参加你们俩的婚礼啊。是啊，那阿姨你好好休息，我们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哎呀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妈，快追啊！走啊！哎呀，走。安总，这玩笑是不是开得太大了？可是结婚那可是终身大事啊。怎么，许我委屈你了？是我的腰不够细，腿不够长，还是脸不够漂亮？不是。细不细，长不长，漂不漂亮？来，那不就得了？乖乖做我的男人，我让你幸福一辈子，不好吗？这太快了。快！那我现在要做未婚夫妻该做的事情了。安总，这是在车上。我是不是失去了什么？但我的心里怎么感觉还挺好的？苏栋，你知道吗？从小到大，所有人接近我，都是为了安家的权势，为了我的钱。我像一件精美的商品，被摆在橱窗里，待价而沽。只有你，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，那种清澈的眼神，为了救母亲，拼尽全力。在我危险的时候，本能地护住我。那一刻，我就知道，你不一样。你让我感觉到了久违的安全感，还有那种纯粹的、毫无掺杂着任何杂质的保护感，还有一直能给我惊喜的，如同小女孩一般的惊奇。这种感觉很好，我不想失去，我也不会放手。所以你别生我的气，我会负责的。淑宁，所以决赛要开始了，你可得加油啊！我要和真正的世界钓鱼王办婚礼，风风光光的嫁给你。为了你，为了我妈，这个冠军我一定要拿下。万众瞩目的世界钓鱼王
总决赛正式开始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我们的黑马选手苏豆，以及他的对手，来自东南亚的传奇钓神弗朗索瓦。苏东先生，久仰大名。我听说过你，一个从未真正钓上过正经鱼的人，却一路过关斩将的奇迹钓手。其实我也想钓鱼来着。没关系，能钓上奇物也是你实力的证明。今天让我们来公平对决，谁是真正的世界钓鱼王？请多指教。比赛正式开始。上钩吧，小宝贝们！哈哈哈哈！侦测到水下有高价值金色物体移动，价值极高。青色传说吗？他能看见，请君所听，太有神奇钓鱼水。你技术很硬，不过这一杆一定是我的。苏先生，这是我的猎物。天哪！双方选手的鱼线缠在了一起，他们正在较练，这是一场力量与技巧的巅峰对决。东哥，别输给他，干掉这个外国佬。苏东，放手去做吧，我相信你。苏先生，你的能力超乎我想象。但我弗朗索瓦是为了荣誉而战，钓鱼的领域，我就是神。神？那我今天就是神！为了我家人，为了我的爱人，今天我绝对不会输！天哪！苏东选手和弗朗索瓦选手看准了同一个猎物，他们互不相让，绝不放弃。这绝对是钓鱼史上最有力的一次对决。让我们为喜欢的选手加油！苏东加油！东哥加油！东哥，我来！太好了，东哥稳住了！干得漂亮，小伙子！太惊人了！本以为苏东选手棋差一招，没想到他稳住了。现在比赛还在继续，究竟谁能获胜呢？为了我的未来，你生活，真实的一切，在这里倒下！神级钓鱼术！什么？人给我起！太惊人了！苏东选手以1计4两拨千斤之力战胜了弗朗索瓦选手，绕出了神秘物品。让我们恭喜第一轮苏东选手胜出！厉害厉害，佩服佩服！这工艺，这是英国最新型的间谍潜水探测器的碎片呐！探测器？英国？你是说这是英国的间谍工具？正是，这是英国用来非法探测他国机密水文数据的水下装置，却藏在这里。我去，又钓上来大货了！富国神山啊，苏东哥牛逼！可恶的鹰将！如果能把其余的碎片钓上来，分析里面的数据，对国家安全有着巨大的好处。苏东，你又立功了！英竟然用这么卑鄙的手段侵犯他国主权，太可恶了！苏东，比赛的事先放一放，下面还有好几块碎片，我们一起钓上来。好，一起钓。啊，东哥，什么声音啊？我去，东哥，有直升机！什么呀？我操！这种型号，糟了，是江山堂的人。苏东，安若宁，你们两个今天死定了！哈哈哈哈！东哥救我呀，东哥！好吧，叫吧，这里就是你们的葬礼！哈哈哈哈哈！苏东，不管今天能不能活下去，
我都要告死你！我爱你！别胡说，我们一定会活着出去的。杨老，躲好了吗？问你个事，躲好了。你说，这种静电探测器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自卫武器啊？比如说像鱼雷什么的。有，这种级别的探测器通常会携带自卫鱼雷，就在核心舱段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先顶住，等我回来。居然敢出来送死！好，成全你！苏总，来啊！神级钓鱼术，最后帮我一次吧，给我搜鱼雷在哪里。我不急着杀你，我要慢慢玩死你，让你在恐惧中看着你的女人、你的母亲、你的兄弟一个个死在你面前。哈哈，找到了，就是现在！神级钓鱼术终极奥义起！中了！给我上来！那是鱼雷，还不快躲开！躲开！老板，不行，躲不开，躲不开啊！不要！别过来！别过来啊！危机解除！苏动选手打败了疯狂的恶势力，拯救了我们所有人。江盛堂的头目陆骁已经伏诛，警方已经介入了后续的所有工作，这一切的功劳都是苏动选手，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。苏先生，你不仅调集通神，更是拯救了在场的所有人。真正的世界钓鱼王，非你莫属。我输得心服口服。经过赛委会的最终评定，本次世界钓鱼王大赛的冠军是苏动选手。宋哥，你是英雄，你是世界冠军。虽然赢了，虽然拯救了世界，但我还是一条正经鱼都没钓上来。哎呀，傻瓜！虽然你没有钓到鱼，但你钓到了我们美好的未来，不是吗？喂，医生，什么？我妈的手术大获成功，太好了！吉时已到，有请新郎入场。我栋哥呢？这新郎官去哪儿了？这关键时刻……别急，我知道他在哪儿。来了！老婆，妈，有了！终于有了！我苏东终于钓上来一条真正的鱼了！